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平時咧出街飲茶睇醫生，最中意就用嗰張樂悠卡2蚊坐車啦，係咪先？嗱，不過大家要留意呢一個2蚊乘車優惠嘅政策咧，將要改朝換代啦。2蚊2折新嘅政策，你又知唔知係啲咩呢？唔知嘅話唔緊要，我轉頭就會同大家慢慢講噶啦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夜老閒，又同大家講嘢蘇講老人家，同嗰啲消閒娛樂嘢頻道，我係 Raymond 啊。嗱，好耐咧冇同大家講一啲關於長者嘅資訊啦。如果你咧係一啲長輩、前輩朋友咧，固之然係啱你聽啦。就算咧你係後生細女都要聽啊。聽完之後，咪同你身邊嘅長輩講下呢個新政策、新措施究竟有咩安排咯。不過乜都唔好講住，講咗最重要嗰樣嘢先。喂，你哋有樂悠卡未啊？如果你而家都仲未有樂悠卡嘅話呢，其實後邊嗰啲唔使聽住啦，快啲嗱臨去申請咗先啦。因為無論係而家嘅2蚊乘車優惠，定還是稍後會轉變嘅2蚊2折嘅乘車優惠呢，其實都要用樂悠卡呢先至可以有呢啲咁嘅福利同優惠啊！如果你仲係未轉呢張樂悠卡，仲係用緊張舊八達通，你唔覺，其實你根本就係一路都嘟緊冇優惠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所謂嘅2蚊2折呢，而家呢一刻我錄片呢一刻呢就仲未生效嘅。咁其實幾時會開始呢？就係由2026年4月3號呢就會開始呢個2蚊2折嘅新政策啦。呢一個新政策嘅受惠對象呢，同而家你用樂悠卡嘅2蚊乘車優惠呢，基本上係一樣嘅，依然呢都係涵蓋所有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，或者咧係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嘅。咁都係嗰句啦，長者就必須要使用樂悠卡嘅，而殘疾人士咧就需要使用住有殘疾人士身份嘅個人八達通，先至咧可以有呢一個嘅優惠同福利噶。咁至於佢嘅適用範圍咧，其實基本上咧同而家你用2蚊優惠嘅時候嗰啲嘅涵蓋範圍咧，即係涵蓋嘅交通工具咧，基本上都冇大分別噶啦，就係包括港鐵啊、專營嘅巴士啊、專線小巴啊、渡輪啊、電車啊、指定嘅紅 van 啊、街道啊，都係可以用到呢個2蚊2折嘅優惠噶。但係咧呢一個優惠咧就唔能夠用喺機場快線啦、機場巴士 A 線同埋 N 線同埋咧馬場線咧都用唔到嘅。咁講咗咁耐啦，究竟點為之2蚊2折啊？嗱，如果你有睇新聞啊、睇報紙或者聽任何人講咧，2蚊2折、2蚊2折咧4個字係連住一齊講啊。但係咧 Raymond 就會覺得咧，不如我哋咁分得開啲啦，2蚊或2折啦。因為咧，如果你用呢一個優惠嘅話咧，2蚊同2折咧都分別有機會出現，但係咧佢哋係唔會同時出現嘅。如果你本身搭嗰程車嘅車費咧係平過10蚊或以下嘅話咧，即係10蚊或以下嘅車費咧，其實就維持翻你而家係俾2蚊嘅。4月3號呢一個政策生效之後咧，車費每一程車費係10蚊或以下嘅咧，你維持翻而家咁都係俾2蚊嘅啫。咁但係如果4月3號之後啦，你搭嘅任何一程車佢係貴過10蚊嘅，即係譬如佢係12蚊好、15蚊好、20蚊好、30蚊都好啦。咁咧只要佢係貴過10蚊嘅話，就會喺呢一個原價嘅車費裏邊咧，就會打個2折咧，就係你每一次優惠嘅要俾嗰個車票嘅費用啦。喂，咁講完一大輪，咁究竟即係點樣計啊？不如咧，我哋用一啲實際嘅例子咧，就同大家去講解一下啦。嗱，Raymond我咧就係一個土生土長嘅觀塘仔嚟噶，到而家咧我都仲喺觀塘度出沒嘅。咁呢一架11號 B 嘅巴士咧，都真係陪住我成長啊！細個時候無論係翻學啦，甚至乎而家翻工咧，我都好多時候咧需要搭呢架車噶。呢一架11號 B 咧，而家呢一刻嘅原價咧就係5個8嘅。咁2蚊乘車優惠底下咧，佢5個8又好，15個8都好，你都係俾2蚊噶啦。咁所以咧呢一刻咧，老友記啊，即係如果你有樂悠卡嘅話咧，你搭呢個11號 B 咧係俾2蚊嘅。咁如果4月3號呢個2蚊2折嘅政策推出咗之後，咁老友記你用樂悠卡搭呢個11號 B，究竟要俾幾多錢呢？答案就係同樣都係2蚊。點解啊？有咩原因啊？因為咧呢一格嘅11號 B 咧本身個票價咧就係10蚊以下噶。頭先我就同你講過啦，只要嗰程車咧個車費係10蚊或以下嘅話咧，基本上咧都係維持而家個做法。你哋用樂悠卡咧都只係俾2蚊咧就搭到一程噶啦。嗱，咁 Raymond 咧雖然就即係都通常都喺觀塘出沒啫，咁但係大個仔有陣時都去遠啲嘅地方嘅，有陣時都要過到港島區嗰邊噶。如果我選擇搭地鐵，我由觀塘去到中環嘅話呢，如果係搭地鐵啊 ，OK， 觀塘去中環地鐵嘅票價呢，原價係16蚊嘅。如果呢一刻呢，你係用樂悠卡
去搭呢一程車嘅話呢，各位老友記，你係俾2蚊嘅啫，你只需要俾2蚊呢，就可以搭到呢一程原價係16蚊嘅觀塘去到中環嘅港鐵嘅車費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當4月3號呢一個2蚊2折嘅政策實施之後，喂，呢一程車貴過10蚊嘅喎，咁睇嚟呢，就唔可以好似頭先搭11號 B 巴士咁樣，咁就2蚊就搞掂喎。咁所以呢，呢一程價值16蚊嘅票價呢，就需要打個2折，就作為咧你優惠嘅車費嘅。咁所以2蚊2折之後呢，呢一程由觀塘去中環嘅港鐵嘅票價呢，優惠票價呢就會係3個2啦。不過其實老老實實過海咧都唔係好大個仔嘅啫，話大個仔都要四圍去飛下啊，即係見識下世界先為之叫大個仔，大開眼界噶嘛。咁所以 Raymond 咧除咗會過下港島區之外咧，都有陣時咧都會搭飛機去下旅行啊，或者工作咧都有機會咧要離開香港噶。咁咧嗱，搭飛機梗要去機場啦，咁但係咧我都要搭車去機場之後都搭飛機噶。咁如果我去機場咧，通常我就會搭呢架巴士 A22咧，就會由觀塘咧就搭到去機場咁啊，再轉飛機去我要去嘅目的地啦。咁呢一程嘅 A22咧個票價咧原價咧就係40個8。好啦，各位老友記，我而家就想考下大家，喺4月3號呢個2蚊2折嘅政策生效之後，原價40個8嘅呢一程嘅機場嘅 A 車嘅巴士，咁2蚊2折之後新嘅優惠票價會係幾多呢？俾3秒鐘時間大家諗下啦，3、2、1，夠鐘。答案係20個4啊！喂，點解20個4啊？又話2折嘅，40個8乘2折，點會20幾蚊啊？喂，其實咧，頭先都有同大家講過噶，即係咧有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係並唔喺呢個2蚊2折，甚至乎而家嘅2蚊乘車優惠咧都唔係喺裏邊噶。咁咧就例如係機場巴士嘅 A 線同埋 NA 線啦，咁頭先有講過嘅馬場線啦、機場快線啦等等呢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係並唔納入喺2蚊乘車優惠或者係2蚊2折嘅優惠裏邊嘅。好似而家咁樣，即係如果你而家要搭呢架機場巴士 A22嘅話咧，咁咧你有樂悠卡嘅話咧，就係半價就可以搭到呢架車嘅。咁40個8嘅半價就係20個4啦。同樣地，2蚊2折嘅措施生效之後咧，因為佢都唔係呢個2蚊2折嘅優惠嘅涵蓋底下嘅，咁所以咧一樣咧都係而家俾個優惠價大家用樂悠卡咧都有個優惠，就係半價去搭，就係由40個8變成咧20個4嘅。原因係啲乜嘢啊？再講多次啦，就係咧呢個2蚊2折或者而家嘅2蚊乘車優惠咧，都唔適用於機場快線、機場巴士嘅 A 線同埋 NA 線，同埋馬場線咧都係用唔到噶。最後要提大家多一樣嘢啊！嗱，我相信咧未申請樂悠卡嘅朋友咧，咁啊快啲去申請啦，同埋應該絕大部分嘅即係合資格嘅朋友咧，應該都申請咗噶啦。喂，有優惠唔通唔要咩？但係咧過去咧，即係無論係我睇網上一啲嘅新聞啊，或者咧我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，都遇過有陣時有啲老友記咧，可能咧冇帶咗樂悠卡喺身啊，即係冇帶出街，咁跟住咧就同個巴士司機講：喂，我係長者嚟，俾個身份證你睇啊，我夠年齡噶咯，70幾80歲噶咯，有長者卡，你俾我半價啦，俾我2蚊啦，點？喂，真係唔得噶，真係要用張樂悠卡咧，先至可以嘟到咧嗰個乘車優惠噶。無論係而家嘅2蚊乘車優惠啦，定還是係4月3號生效嘅2蚊2折嘅乘車優惠咧，都必須咧，你哋係要用樂悠卡咧去嘟咁咧，先至咧可以使用到呢個優惠嘅。千祈唔好咧冇帶咧就走去同人哋拗數啊！俾我啦咁樣，咁啊真係幫你唔到，愛莫能助啊！最後啦，嗱，雖然咧即係長途車費咧就會貴咗少少啦，咁但係其實2折嘅車費咧依然係非常之咁抵噶，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以後出街啦就可以多啲留意下啲車費啦，揀翻最適合自己嘅路線、最划算嘅路線。如果你有任何唔明咧，隨時咧喺留言區嗰度咧就留言問我，或者咧好留意翻車站嘅唔同嘅一啲嘅海報或者廣播咁樣。不過話時話，勞福局局長啊孫局長咧就話咧呢個2蚊2折嘅優惠咧，佢將會鋪天蓋地咁去宣傳啦。喂，如果係咁，不如請我幫你宣傳啊！呢條片你都可以計翻少少錢俾我，我保證會再加多2次肉緊幫你宣傳呢個2蚊2折嘅優惠嘅。祝各位老友記咧個個都繼續開心心、健健康康、自由自在咁樣周圍去啊！同埋中意條片咧，記住幫我讚好、留言、分享我哋頻道咯。好啦，拜拜。